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4月2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50篇，撒母耳记上卷17章第1到23节，使徒行传第5章12到16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歌利亚。大卫跟歌利亚的战争可以说是一个神迹，因为呢，在当时不但是歌利亚，所有的非利士人都是非常高大的，都是以色列的军士兵所害怕的对象。在当时候呢，虽然两方都在阵前守候，互相校正，但是以色列人这一方的军士兵呢，却是相当的害怕。我们看到歌利亚对这个以色列的军队这样子喊道他说他站着对以色列的军队呢大声呼喊：你们在这边排列阵有什么用呢？我是非利士的勇士，你们是扫罗的部下。你们选一个人来我这里，他若是有能力，就来跟我比输赢。然后，如果他把我打死，我们就做你们的奴才。他若被我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奴才，服侍我们。那个非利士人又说：今日我对以色列军队这样子来校正，你们有胆就派一个来跟我拼生死。扫罗以及以色列的军士兵听着非利士人这些话，就很忍，就很害怕。可见以色列人对于非利士人，特别是歌利亚，是非常的惧怕，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歌利亚他是代表一个恶势力，一个高大又力量很大的，使人感到恐惧的对象。我们可以将歌利亚类比成为他是一个撒旦，他是一个我们无法靠自己对抗的一个对象。他是与上帝敌对的，他是人的阻拦，是所遇到的艰困环境。对大卫来说呢，却是不一样的。对大卫来说，歌利亚只不过是如同他在雇羊的时候所遇到的凶猛野兽而已。我们从非利士人与以色列的战争，歌利亚与大卫的对战来思考一些问题。第一个，我们要看非利士人，他是一群高大强壮的民族以及战士。圣经告诉我们，歌利亚他的身高将近3公尺，虽然他是特别的高，可是当整体而言，非利士人应该都是比一般人来得高。我们也可以从出埃及记第13章17节的经文这样看到，他说埃及王放以色列人离开的时候，上帝没有引导他们走那一条经过非利士比较近的路，因为上帝说害怕这个人民呢会遇到战争，然后他们就后悔，就回转去了埃及。可见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就很害怕的一个对象
以色列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所得到的是上帝的保守，理应是很有信心的，很有把握的。但在此时此刻，却因为看到歌利亚这么高壮，非利士人的校正，他们就退缩了。当然也很可能就是因为历史以来，他们一向都很害怕非利士人，这个有关系的哈。可是为什么以色列人非常怕人，就是非利士人，却不愿意依靠上帝呢？这个就很像我们很多时候在面对许多的事情，我们都有预备，可是时候一到，我们就没有信心了。真的要求主来帮助我们。第三个，我们看到他们在两边列阵，彼此来校正，基本上双方都有预备打仗，因此列阵彼此校正，这是必然的。今天的撒母耳记的经文告诉我们，非利士人聚集在犹大的梭哥城，准备打仗。他们扎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之间的以弗和大民。扫罗和以色列人聚集在以拉谷扎营，在那里准备跟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列阵在一个山上，以色列人列阵在另外一个山上，中间隔着一个山谷。另外一段经文，第二天大卫很早起来，把羊群交给别人看管，就照着耶西吩咐他的话，带着食物去了。他到达军营的时候，以色列人正出阵呐喊应战，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的军队面对面摆好了阵势。我们很多时候也是有预备要面对我们的困难，可是常常都还是没有信心，真的是让我们不要轻易的失去了信心。歌利亚，刚刚我们已经谈过了，圣经说有一个加特城的人名叫歌利亚，从非利士营出来，向以色列人挑战。这个人身高差不多3公尺，穿着重约57公斤的铜盔甲，头戴的铜盔，也两腿用铜甲保护着。他的肩膀背着一杆铜标枪，他的毛像织布机的轴那么的粗，铁矛头就有7公斤重。有一个兵拿着他的盾牌，在他的面前开路。以色列人看到歌利亚就害怕了，因为歌利亚不但高大壮硕，就在阵前他也大声叫嚷。害怕的人包括了以色列的军士兵以及扫罗王，其中连大卫的哥哥们也都是害怕的。他们甚至对大卫说：你来这里干什么？谁在替你在旷野看顾羊呢？我知道你在动什么歪脑筋，你只是要来看打仗的。其实他们的心里真是害怕呀。我们看到大卫，他是一位单纯的小孩，顾羊的小孩，但是却是对上帝有十足的信心与把握。他听到了歌利亚的校正，但是他却不害怕，并且有信心来胜过。对于大卫而言，歌利亚只不过是如同他在看顾羊群时所遇到的野兽猛禽，不足以害怕。这样单纯的信心，其实是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所应当学习的。信心能够帮助我们击倒生命中的歌利亚，如同使徒行传第5章，我们看到了使徒们在民间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
所有的信徒都能够同心合意的在耶路撒冷城敬拜上帝。他们的信心让信徒以外的人都不敢接近他们，并且信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信心的功效，基督徒应当追求的。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们在信心上、生活上或是各方面的困难，我们这个生命中的歌利亚必然就会害怕我们，就会失败，因为我们所依靠的是全能的上帝，可以使人得医治、得帮助，能够容神一人。诗篇150篇，要赞美上主，要在他的圣所颂赞他，要在他彰显能力的天空颂赞他，要颂赞他大能的作为，要颂赞他至高无上，要吹号颂赞他，要弹琴奏瑟颂赞他，要打鼓跳舞颂赞他，要奏乐吹箫颂赞他，要用响亮的铁镐把来颂赞他，要用尖浆的镐把来颂赞他。一切有生命的都要颂赞上主，要赞美上主。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从大卫对付歌利亚的事件上面得到启示，让我们学习大卫的信心，不至于害怕生命当中的歌利亚。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